又冇金又冇彩喎，有冇彩字啊？哦，咦，但係有人喎，仲有呢隻係咩嚟㗎？咦，彩喎，彩啊！扣咗咦，仲有多粒，最後一步。UR，yes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三人眾 TV 呢個 channel，就係我 Henry 同埋阿俊熙仔仔喺度去飲緊嘢喎。好啦，等咗好耐啦，呢一隻 game 嘅新鋪啊，咁啊萬眾期待嘅突擊自由 EX UR， 另外有正義高達嘅 EX 盾機嚟㗎，都係 UR 啊，兩部新機啦，再加部艦嘅，係啦，呢一部尼古斯嘅永恆號。咁我哋嚟睇下，梗係睇下隻突擊自由先啦。嚟，咁啊有埋個角色啦，跟埋嘅，咁啊升爆佢呢，界限突破100 level 啦，有5項嘅技能武裝。咁啊睇下先，第一下打呢個4200嘅升進去啊。另外呢一個呢都係 level 5嘅話就打3900幾，就距離係4格嘅。係啦，咁另外第三招呢，就呢一個超級龍騎兵啊嘅飛翼啊，係啦，突擊，咁就都係打4格嘅，可以5200啊覺醒嘅。咁佢個武裝效果係自身嘅剩餘 HP 越高呢，武裝 power 呢就會越提升嘅，去到15噶最高可以。咁但係呢，就唔能夠喺水下使用啦，同埋呢對水下嘅敵人會傷害減半嘅。好，咁啊，另外有個 EX 技，EX 技咧去到6600啊，特殊雷射嘅呢個係6600可以打到5格噶，咁就武裝效果就係絕對命中，一定中硬嘅嚇。咁啊，武裝屬性損傷會減輕無效嘅，咁令到敵方距離越遠嘅話咧，武裝 power 嘅提升就越高，去到20%喎，好犀利喎！好，咁另外直到有個全力爆發模式嘅，就5520，咁都係打5格嘅可以，但係呢一個咧就冇武裝效果啦。好，咁另外咧佢嘅能力方面咧就有呢一個攻擊力就會提升15% 啦，自身攻擊力。另外有 EM 回復，每回合都會 EM 回復5% 嘅。咁另外亦都有一個轉移裝甲嘅。咁啊，發起戰鬥嘅敵方使用物理攻擊嘅時候呢，自身受到嘅傷害會減輕40%，都好防得啊嚇！如果用物理攻擊俾人哋打嘅話，咁升進去呢，就戰鬥力去到22000噶啦。咁同埋呢個 HP 就95000啊。咁嘅攻擊力呢有加成啊，加盡佢有成13900啊，好高攻擊力喎，真係。好。咁另外人物方面呢，我哋嚟睇下呢隻新嘅基拉啦，基拉大王4103嘅攻擊，反應值有707喎，覺醒值都有呢個800幾啊780幾。角色技能方面有呢一個攻擊爆裂，戰鬥時嘅話對敵方嘅造成損傷會提升25%，但係得1回合嘅啫，用 SP5嘅。咁另外咧就有個鎖定 level 2嘅，又用 SP3嘅。咁啊發動後咧，下次戰鬥嘅自身命中率會係到100%。咁另外有個搖擺閃避，發動效果之後，下次戰鬥嘅自身閃避率都係100。咁另外人物方面嘅能力咧，就有呢個自身造成嘅損傷會提升20%。咁另外咧，自身覺醒及反應值都會加25% 嘅。另外角色技能方面咧，就額外可以加多一次行動嘅，咁同埋乘搭呢一個含有以上角色標籤嘅時候，自身嘅損傷會減輕15%，就係奧布。我冇喎。好，咁啊，通常佢嘅話咧，通常都係坐翻隻突擊自由噶啦，都係啦。咁另外嗰隻咧就係正義，我哋嚟睇下正義啦。正義高達 EX 戰鬥力就19000嘅。咁攻擊力嚟講唔算高啊，因為係盾機嚟嘅，咁啊8619啫，但係防禦就好高啊，13000嘅去到升進嘅話，11萬血，高血量啊，高防禦。咁啊，另外武裝方面有雙頭鍋4200啦，打1格，步槍3格，
命運都係3格嘅，但係就會賦予敵方嘅機動能力減少25%。咁另外有個 EX 技啦，就係絕對命中都係6360。咁啊，另外賦予武裝屬性損傷減嘅無效啦，同埋咧會賦予敵方攻擊力減少35喎，呢個好緊要喎。即係打中佢嘅話，用呢個技打中佢嘅話咧，咁啊敵方嘅攻擊力會減少35%一回合。係啦，打4格嘅。哇！如果呢兩部機一齊出嘅話，都幾正喎。嗱，有綁有盾啦，盾機啦。咁另外自身防禦力加15，係啦，呢個 level 3嘅話，發生戰鬥嘅時候咧，敵方使用物理攻擊時候，自身會減輕30損傷。係啦。咁另外就有阿斯蘭，係效果係啦，會多1格移動啦，另外射程有多1格啦，同埋自身回復會有50% 嘅，但係要用SP 10啊。好，咁啊，另外攻擊力去到4200啦，反應值就勁啦，792，同埋覺醒值都勁嘅，592。有一個額外行動可以打多下，行多下支援機啦，同埋係啦。好啦，咁另外艦呢？艦呢隻咩艦啊？尼古斯嘅艦，1擊必殺喎，1擊必殺嘅機體。係啦，全能特定單位全能力再加多30%，回復血嘅呢個係啦，加40%血。好啦，阿 B， 你肯過嚟抽嘢未？定係唔抽我抽噶啦？咁樣就好啦，嚟啦，來，阿 B 抽第一下係咪啊？係。15石第一飛 ，Oh my god！ 又冇金又冇彩喎，有冇彩字啊？冇喎。咦？但係有人喎，有人叫喎。有冇啊？有冇啊？咦？有粒？哎呀，會唔會係嗰啲艦啊？艦嘅機率好大喎。第一隻 R 機。迷惘紅色機，哦，馬莎，有人咯，有卡卡連咯，多咗個人，突擊自由紅，仲有呢隻係咩嚟㗎？誒彩喎，彩啊！咩事？哦藍啊！白色基地。心電機自我，我食 Apple。哎呀，支援機嚟。我食 Apple 啊。支援機啊，白色基地。EM 回復都好嘅，機動戰士高達。好啦，再嚟啦，第2抽。萬石會點呢？有冇？哎呀 no！ 冇彩喎又，有冇字啊？有冇講嘢？冇啊，冇講嘢啊真。誒，有隻金咯，誒又有，咦有個彩喎應該，唔知係咪咧？有個彩啊！係咯，第一隻金嘅，轉彩 ，Destiny，耶！搞掂！突擊自由，勁啊！呢隻犀利啊，即中，耶！型到爆核啦！突擊自由，基拉大王，耶！我唔使再抽。睇下抽唔抽到另外嗰部機咯，或者抽咗咩？咦，仲有多粒！我要給你力量哦 ！UR 自由號都係 UR 戰艦，又係戰艦，咁多戰艦嘅喂！咦，巨劍型嘅 H 高達 ，yes，好啦，再嚟啦啲，你神手第3下，撳唔到，
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又係咁樣開頭喎，又係冇色喎，飛過去。哦，今次應該難啲啦。哦，落空啦。我見到有一個。冇啦。最尾嗰張一定係 SSR 㗎嘛，即係呢張咯。哇，咩嚟㗎呢隻？完全唔知咩機。好啦，我哋出返去先。仲有幾多石啊？仲有6000石，2抽。等我抽啦，爸爸抽啦，今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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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冇嘅喂。Oh my god！ 咦，但係有彩字，下低作戰開始咧係彩色 crit 㗎。有啊，阿寶熱嘅，有2粒同埋1粒咁嘅嘢喎。應該係俾你。係咪啊？金色機重新高達 SSR。SSR F90，但係有人員咯，有駕駛員。最後一步 ，UR yes，沒有阿寶應戰，我早就死咗。哎呀，又係白色基地啊喂！我唔要咁多藍啊，要咁多藍嚟做乜啦？哎呀，又係藍嚟嘅喂！好，繼續最後一頁啦，俾你抽啦。最後啦，冇晒啦啲石，15000石都好，仲有隻突擊自由。嚟，俾多隻機嚟啦，又或者點都好啊。哎呀，好似麻麻地啊，一粒跌咗落。咦，有粒彩喎，好似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又係藍嘅，點解？要咁多藍嚟做乜啊？重新高達又嚟，唔係有隻彩色嘅咩？金色唔係我。最後啊，冇咯。Oh my god 啊！都好啦，中到張突擊自由，我哋睇下先啦，係啦。其實簡單啲嚟講，機體我淨係中咗1張 UR， 就係呢一張突擊自由。冇啦，冇其他啦，好似真係。但係藍就好多咯，係咁出藍都唔知做乜。UR 嘅自由號，2架白色基地，但係唔同嘅駕駛人員。OK，就係咁啦，今次抽卡15000石。咁另外有個新event嘅，未知點打啊，但係可以攞2部機體嘅都。係啊，要攞呢2部機體嘅事件獎勵，係啦。開發路線圖就係呢2部咯，金色迷惘同埋呢一個迷惘紅色藍機 2L 型。唔玩得㗎，佢 lock 住咗。未啊，未打啊嘛，咪咁仲有啲特別活動嘅係呢啲嘅，咁好啦，咁今次嘅呢一個 SD 高達嘅永恆啊抽卡啊，就15000石，咁啊都好彩嘅，中到張封面啦嚇，突擊自由，係咁中藍同埋其他，
咁好啦，咁啊今次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嘅話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 share 俾 friend 睇啦。訂閱我哋 channel，叫埋啲 friend 訂閱埋 channel，撳埋鐘仔喺身邊睇。咁啊嚟緊咧都會開下直播，同大家玩下呢隻 game，同埋分享下啦。睇下有冇啲勁人啦。我見到我都 at 咗啲群組度咧，啲人都好黐線啊！乜鬼嗰啲永恆之路全部打晒，我根本都未得閒打，同埋未打得到啊！根本就因為太多即係角色要升啊，同埋咧。係啊，同埋我都要翻工咯，所以都冇時間咁多時間去磨啊。咁啊，盡量都磨咗啲噶啦啊！就我好搞笑地，我磨咗隻咩咯？磨咗隻自由嘅 SR 咯，但係我冇用 SP 嚟升啊。係啦，咁我就係升爆咗呢隻突破極限嘅自由高達 SR 機。咁但係咧，我就仲未升爆佢嗰個 level 嘅。如果升爆落去可以 SP 化都得嘅，但係就諗下先啦，係啦，玩下啦當，因為呢隻機就容易拆嘅，咁就唔會太難拆。多魯基斯2咁都拆到2星噶啦，睇下拆唔拆埋，拆唔拆到3星啦。係啦，咁呢隻就滿咗技，但係睇下會唔會 SP 化啦，因為呢隻攻擊力都勁嘅。係好啦，咁啊今次就分享到呢度。下次同大家分享呢一隻SD 高達，咁啊下回再見啦，拜拜啦，yeah，good。